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搁和大位三角组织伫一个所在，咱来敬拜咱的上帝。这是一个充满上帝祝福的日子。今仔日的敬拜，互咱将咱的焦点对准伫咱的主耶稣心中。所以邀请咱大家兄弟姊妹，咱来三角来祈祷，咱将咱这礼拜所经历的所有咱的烦恼，也是咱的忧愁。不管是你拄到啥物无如意、无顺心的代志，咱拢会当转播台带到上帝的面前。因为咱的神是赐平安的神，咱的上帝是为咱背劳苦重担的上帝。咱若家己来歹者，咱就无法度成做一个清心的人，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伊，来调戏伊，搁较来拄着伊。所以我邀请咱所有兄弟姊妹，咱将祈祷，将咱的心灵全然交托伫主的面前，将咱的忧虑、咱的忧愁、咱的困难，带到咱主的面前来交托伊。咱三角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主感谢你。主，我相信今仔日是一个得胜的日。主啊，今仔日是你敬拜你的日子。主啊，就我带着一粒敬畏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无论阮即马经历什么款的状况，有时是工课，也是身体健康的问题，也是人家庭的问题，也是人际上的困难，也是经历着经济上的困难。主啊，阮将一切搁一摆交托伫你的手中，互阮今仔日重新将焦点来对准你，因为阮深知你是信实的神。阮三角到你的面前，主，阮来交托，全然交托你，阮来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恳求你，互阮经历一个更新的稳定。耶稣，阮感谢你，感谢你的稳定。恳求你赏赐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包括在伫这位礼拜当中，兄弟姊妹身上。哈利路亚。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荣耀君王，我心向你唱歌。以马内利，风雨中有望，上帝同在，心得平安。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你的大能无人通比。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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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雨中多多仰望你。这是邀请兄弟姊妹，咱将咱的儿乐献上伫上帝的面前，咱去大声开声来向咱的主献上咱的儿乐。儿乐伊奇妙的作为，儿乐伊的救恩伫咱的心中来显现。咱三角出声来祈祷。主啊，主啊，我们大家你奇妙的作为，我们传播你的救恩，来称颂你是至高的神，是独一的主宰。既然有喘气的，我们伫你的面前来欢呼，将荣耀归乎你，更加来尊荣你。儿乐你是创造主，是宇宙掌管宇宙过去、现在、未来的主宰。主啊，当阮儿乐你的时阵，一切的对敌都免去捆绑，黑暗的势力免去震动，恶者的作为要完全被消除。阮儿乐你，因为你是得胜的主，你掌管一切。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儿乐你，你的名是大有能力，所有对敌要降服伫你的脚的。主啊，要呼求你的名，因为你的大能要临到，刷去阮生命中一切黑暗甲惊吓，拍开阮属灵的目睭，看见你是独一的真神，明白你是生命唯一的救主。主啊，你的名是耶和华尼西，
你是阮得胜的神，我们宣告你带领阮来得胜，赢过一切恶者、一切的假冒甲白茶话，互万民跪伫你的门下。主啊，你是全能的主，求你伫阮的生命中来掌权。主啊，求你看过阮的身心灵，拢会让得到平安，有健康的身体，人命持续的增长。主啊，我们感谢你，为咱有备所有的一切，互阮脱离一切的灾害，经历你是丰盛、稳定的主。主啊，我们感谢你，献上阮的祈祷伫你的面前。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应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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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大能无人通比。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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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雨中多多仰望你。这是咱将咱的罪摆咧伫主的面前。因为咱是有罪的人，恳求主伊的保护洗清咱所有的罪过，互咱成做一个清心无罪的人，来到主的面前来调记伊。咱三角出声来祈祷，至上至圣主了，人民的爸，阮来到你的面前，阮谦卑咧承认阮的软弱有罪的本性，常常来做歹，因大行好的事，常常犯罪，离开你的正道，浪费你的恩赐。主啊，总是你知影阮的罪，求你教示阮，互阮知影阮的歹，洗清阮所有的罪过，求你互你的恩惠、你的恩典进入阮的心，互阮伫你的光内面来活，行你的道路。就是恳求你的信心，甲阮三角祈祷，诚使阮的保惠师，阮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请主耶稣，你知影？你伫远远的所在，你就知影阮心所想的。阮知影阮是罪人，我多靠家己的意志来做完全的人。虽有愿意的心，啊，毋过定定赢袂过肉体的情欲、眼睛的情欲，甲今生的骄傲，定定伫罪恶中来生活。主啊，恳求你恢复阮。互阮一粒谦卑柔软的心，来跟对你，来听叹你的话语。主啊，阮感谢你，因为阮的罪，你钉死伫十字架顶，互阮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上帝是阮宝座前，得人民蒙恩惠，经历十字架的救恩。主，我要将一切荣耀归乎你。请爸爸，阮知影，阮深深来得罪你，阮嘛讨厌阮这现状的处境，求你怜悯阮，因为阮本是软弱。主啊，要恳求你降落圣洁，你的救赎恩典伫阮的生命中间，互阮脱离罪恶的捆绑，互阮定靠着你来过着得胜的生活。主，我们感谢你，阮将一切荣耀归乎你。阮安尼恳求、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荣耀君王，我心问你唱歌。以马内利，风雨中有恩望，上帝同在，心得平安。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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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大能无人通比。现在。
现在，荣耀中多多仰望你。这是邀请兄弟姊妹，咱三甲为着富强教会来祈祷，求主兴旺咱富强教会，将做一个传福音、学习主的样款式，兄弟姊妹和睦相处，彼此接纳，互富强教会将做一个有听的教会，将做社区的亮光、祝福的管道。咱嘛诚实为着所有的牧者团队用一同工，每一个会友来祈祷，互大家拢一个谦卑顺服的心，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咱的上帝，领受上帝的恩典。咱嘛暂时为着富强教会大家家庭来献上咱祈祷，特别为着咱病痛中的肢体心灵忧伤的兄弟姊妹，咱献上咱的祈祷，咱三甲出声来祈祷。主啊，我们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恳求你持续使阮属福伫富强教会，互富强教会众兄弟姊妹心中充满信心、疼心甲毋忘，继承富强教会优良的传统，是一间充满上帝疼的教会，让人成做基督的传福音的精兵，让人有备好家己来军队牧师追求公义的理想，同心遵守大使命，互万民成做基督的门徒。持续做福音的见证，传扬你奇妙的救恩。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为着富强教会，呼调一群好的牧师团队来牧养阮，佮竞选一群愿意委身乐意服侍的中职同工，用有合理的心智来完成教会所有的事工。主啊，求你赐了甘心服侍的心智伫因的心上。也求主赐了合一伫因的中间，透过因的服侍，搁较来亲近你，搁较来较无你。求你赐了无共款的恩赐伫因的心上，互因成做一个合一的团队，成做你的好管家。主啊，要恳求你，使阮赐福伫阮所有富强教会的家庭，特别阮要为着心灵忧伤、身体病痛兄弟姊妹来献上阮的祈祷。主啊，恳求你的医治恩典。拢临到因的心上，你看顾因每一位。主啊，因为阮知你是用永远的疼来疼阮，你是一切医治的源头。主啊，阮恳求你怜悯看顾因，你的医治的圣手，特别临到需要医治病痛的人的身上，互因早日得到健康，来阮的中间三角过来敬拜你。主啊，阮感谢你，主，因为你是疼阮的主，只要阮来跟对你，你的手就把阮牵条条，无离杀阮。主啊，阮恳求你来引带阮，无论阮经过什么款的风景，你拢来帮助阮。阮将一切献上阮的感谢甲祈祷，伫你的面前，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圣名。上帝甲咱同在，荣耀君王，我心向你唱歌。伊玛内利，丰富中温暖，上帝同在，心得平安。现在，丰富中多多仰望你。相信咱为着今仔日的礼拜献上咱的祈祷，
咱从今仔2堂的礼拜摆咧伫主的面前，今仔日有主日了，下咱三角来服侍，那么恳求主来看顾保守所有咱的细囝，甲咱细囝所有的家庭，拢会当得到主的祝福伫咱心上。咱嘛为着今仔日所有服侍同工，献上咱的祈祷。咱有伫外口的交通指挥，嘛有伫对面的嘛有伫主日了遮的小朋友身上，咱嘛有真侪影音同工，甲敬拜学乐的同工，咱将一切献上咱的祈祷伫主的面前，恳求主来引带咱今仔2堂的礼拜，拢会当顺利。相信咱嘛为着咱会友当家己来领受对主遐来的话语愿意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成做上帝宝贵的器皿。咱将一切献上咱的祈祷，咱三角出声来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将今仔日2堂礼拜全人交托于你的圣手，主恳求你的信心甲阮三角地带。全2堂的礼拜，透过牧师传讲的信息，我们会当得到心灵的成就，我们得到快乐，重新来面对种种的挑战。主啊，为着今仔日来主日了献诗，主我来感谢，主啊，感谢你引带因也经过学名这个课程，今仔日头三角来到主你的圣地，因要用歌声来学了你，用因上好的表现来敬拜你。主啊，恳求你引带因。一切过程都会当顺利，主啊，我们将牧师今仔日传讲的事情交托你的圣手，主啊，恳求你的信心甲牧师三角地带，互牧师所传讲的信息，拢诚做对你遐来的话语，互所有的会友拢会当领受对你遐来快乐甲能力，互讲的甲听的平平得到造就。主啊，我们感谢你，让一切献上阮的祈祷伫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我们感谢你，支持邀请兄弟姊妹，咱来使，咱对座位中，咱来起立，咱三角来演唱这条诗歌。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荣耀君王，我心问你手歌。以马内利，丰富中温王。上帝同在，心的平安。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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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大能无人通比。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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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富中。多仰望你，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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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荣耀无人通比。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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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中多仰望你。荣耀中多仰望你，好天阮的，你看顾我，好天阮的，你保卫为我留，好天阮的，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我的嘴要充满。心望，予我看见。
一世的心，放乎伫你面前，为我心爱，予我看见，应感阮的心，领受生命活水，甲对你来的温柔甜蜜，何等稳定，你看顾我，何等稳定，你无会为我留，何等稳定，你用尊贵荣耀做我满面，我的嘴要充满雨露。你有所走，我所有捆绑；你有所走，我一切担当；你有所走，我心内悲伤，你的名扛伫大大路。求主刷咱咱所有的捆绑甲忧愁。你有所走，我所有捆绑；你有所走，我一切担当；你有所走，我心内悲伤，你的名扛伫大大路，何等稳定。你看顾我，何等稳定，你不会为我留，何等稳定，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我的嘴要充满雨露，何等稳定，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我的嘴要充满雨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无论咱是啥物款的境遇，上帝甲咱三角之地，因阮相信耶稣一刻掌权，伫所有的事当中，将一切献上咱的感谢。大水泛滥的时阵，耶稣掌权；受到攻击的时阵，耶稣掌权。无看环境，只要专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伊凡事拢掌权。大水泛滥的时阵，耶稣掌权。受到攻击的时阵，耶稣掌权。无看环境，只要专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伊凡事拢掌权。大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我乐甲感谢，因这每一天，大唱哈利路亚。掌管的每一天，耶稣已掌管。大水泛滥的时阵，耶稣掌管；受到攻击的时阵，耶稣掌管。无看环境，只要专心来相信，耶稣掌管，伊凡事拢掌管。大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我乐甲感谢，因这每一天，大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伊掌管的每一天，耶稣伊掌管，大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我乐甲感谢。因这每一天，大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伊掌管的每一天，耶稣伊掌管，伊掌管的每一天，
荣耀归乎咱至高的上帝。阿门。这是三天咱来用圣诗575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耶稣调我来行天路，带我向真理的进步。世间无论危险艰苦，求主耶稣时刻保护。我的救主基督耶稣，全能成就时刻保护。我要真心对你脚步，你我是阮亲像保护。无论遇到艰难艰苦，也是行你的下路途。无论海面，也是山顶，也是大位主应保护。我的救主基督耶稣，全能成就时刻保护。我要真心对你下步，你我是阮亲像保护。我踏出手去主耶稣，我行天路自高照好，世间路拢无定着这却成就盼我保护。我的救主基督耶稣，全能成就时刻保护。我要真心对你脚步，你我是阮亲像保护。但求主常常照顾，救赎信心互相帮助，到尾开呀，真是关心，真是人的主保护。我的救主基督耶稣，全能成就时刻保护。我要真心对你脚步，你我是阮亲像保护。是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赏赐阮这款的福分。伫这个主日的清早，阮正受阮的囝儿三甲主日，而且同心聚会、同心敬拜，因为阮是确认主，你是宇宙万美的主宰，你创造这个美丽的世界，赏赐万项的好美，赏赐伫阮人类的中间。主啊，你可是天顶地的一切所有看会到、看袂到，你是掌权者，所以阮的生命是对你所赏赐。阮要伫你的听的内面，享受到你创造所予阮迄个美好的形象甲奥妙。也阮要靠主你的恩典来对挡一切歹的挑战，一切黑暗关系的这个压迫，互阮伫你的内面享受到得胜的生命、得胜的人生，行伫主耶稣基督恩典的道路。所以，主你调阮来行天路，就是要互阮来排除一切苦难，排除一切世间的危险甲挑战，互阮活伫这个恩典的道路，享受满满这个生命美好的品质。感谢主，今仔日阮自己伫遮
也要甲所有的小朋友、细囝做伙来学乐敬拜。我们这个敬拜，大大学乐透到主你的面前，荣耀归于你。每一个伫遮参与的兄弟姊妹，享受着心灵的喜乐、信心甲快乐。感谢你无尽，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由咱徛底，今仔日早起，咱要用纪念新的诫命来领受主耶稣美好的教示。咱做伙来纪念，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门。大家请坐。兄弟姊妹，伫咱线接礼拜听书，牧师要甲咱邀请吼。今仔日咱有即个主日了夏令营一个因成果的展现小等的小朋友吼，也要陆续到咱即个讲台吼来展现因3工来所学习的吼。当因小朋友入来的时阵，咱大家吼，咱即个长辈爱学像伊少年人安尼足有活力就对啦吼，大大甲因拍拍鼓励安尼吼。第二是咱伫即个讲道后，咱有即个月大家一个异地的祈祷，咱请楼顶楼骹吼，咱备万心，咱有同情的心祈祷，上帝异地就要临到伫咱，咱到时伫咧吟诗中间组织到伫头前，也请祈祷的团队咱的即个小组长团队，甲咱长老团队，大家准备心来做服侍吼。咱即个圣歌队的即个座位，今仔日无献诗啦吼。若较有需要坐较人的位吼，会当坐来到圣歌队席遮。好，咱甲时间来到咱的书会。请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11篇，诗篇32篇，由我来启，会众来吟。罪得到赦免，罪过得到撤销。这汉人真有福气。上主无算伊的罪，佮心无奸诈。这款人真有福气。我若点点唔认罪，就日海餐，连骨头都打去。你的手每日重重刑罚我。我的精力亲像雨日生的日头拍甲打去。我有对你捌的我的罪，无隐瞒我的罪恶。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你有赦免我犯法的罪。安尼虔诚人，伫通找到你的时，拢着对你祈祷。大水泛滥嘛，一定袂淹着伊。你是我闪密的所在，我的必友，我脱离艰苦。你会用得救的我，四面为我。我要教示你，只是你应该行的路。我要注目看你，眷顾你。唔通亲像马骡无在目，着用马加姜、马力素、约束，才会瓦滚你。歹人会受真济艰苦。毋过我靠上主的人有慈爱，四面为伊。义人啊，你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心正直的人啊，着大声欢呼。咱同心来祈祷，属因疼痛的天父上帝，你是至尊至信全能的爸。我满心感谢阿罗你，你的慈爱甲恩典，互阮日日生活伫你的疼甲应允中，使阮有够也快乐甲智慧，来面对阮每一日种种的困难甲挑战，也时时刻刻请你保佑阮，免受到邪恶甲灾难的迫害。互阮每一个决定甲行动，拢合伫你的旨意。亲爱天父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来面对阮家己的过失甲罪，心生悔改，承认阮所犯的一切罪过。总是我相信，上帝你的慈爱甲宽容，会愿意原谅赦免阮的罪，互阮有悔改的机会，并且伫阮的未来的生活当中，遵守主你的教示。
照你的旨意行伫你正确的道路，洗净我一切的罪过。恳求圣神运行伫我的心内，帮助我脱离罪恶的引诱，成做一个圣洁的人。使我的心内有正直的灵住伫内面，有得到属天的平安甲喜乐，使我的生命得到大快乐甲更新。感谢主基督，使我成做一个有生命救恩的基督徒，享受伫你无限的恩典中。我愿意将这个福音传出去，互我的家人、朋友、同事、厝边，恳求主帮助我富强教会的牧师、中职、各团契首长，同工有合一的灵，同心为着主来传福音。透过阮逐项的事工、幸福所做、心灵转教、新朋友关怀、爱心午餐、带导团、圣歌队、敬拜团、主日学、各牧区小组等等所有的事工，阮所做一切，就是要来荣耀主你的名，将福音传出去，用主你的三听来见证主你的救恩。最近，杜苏芮台风的消息要来，带来济济雨水，嘛请主保守无有大灾害，看顾阮台湾一切平安。我嘛为着阮教会中肢体软弱、心灵忧伤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主医治安慰夫妻，伫病痛中犹原有你的信心甲毋忘，相信有的确的医治。家庭、婚姻、事业坎坷，经济拄着困难的，嘛求主你赏赐教业快乐甲智慧来面对一切的挑战。这时，阮来到主你的圣殿，使我安静的心，较无听候你的话，学校牧师今早起所要传讲的信息，来成做阮信仰中生活的提醒甲学习。当心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信主的名求，阿门。求你阿龙，听阮祈祷，你的今日谦卑求讨，我那所求合你旨意，我的言文演出主笔，阿门。讲受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即个有两位的圣经节。第一位的圣经节伫传道书4章第9节到12节。两个人比一人较好，因为两个合作会得到较好的效果。若一个跋倒，又过一个会当甲伊扶起来；若家己一个跋倒时，无人通甲伊扶起来，这个人真不幸。两个人做伙困，较烧热，家己一个哪会烧？受攻击的时，敢若一个拍袂赢，然后两个就会当抵挡。3个月锁无遐尼好带断。第二位的圣经节伫马可福音第6章第7节到13节，伊召集12个使徒来，找两个出去，互因有权柄通责压邪神。因吩咐因出门的时，拐仔以外，什么拢毋通带，毋通带食物，毋通带旅行地，腰带内面毋通带钱，只有穿凉鞋，毋通穿2领内衫。伊甲因讲，恁无论入去什么人的厝，就带伫遐到离开伊所在。无论什么所在，人若无接纳恁，毋听恁的教示，恁离开的时，就将骹底内土粉搬掉，表示对因的警告。使徒就出去传道，劝人悔改。因阁赶出真济鬼，嘛用油抹真济的病人，甲医好。圣经读到这，愿主赐福听通伊话的人。现时，咱请夏令营主日学所献的诗歌是：太阳出来了，大山为我们挪开，我们的神。因是说咱请学牧师讲道，已经
今仔要通讲的信息是福音的勇士，门徒准备，请咱恭敬来领受。
咱要看一个影片啊，3日来因的活动吼，咱一面来看。搁一边给因拍拍啊，鼓励，还有老师后边的老师。感谢赞美主哈，睽违了4年的由主日学的老师跟提摩太的青少年一起合作的那个夏令营，终于在今年2023年重新的登场。那我们首先非常感谢所有参加夏令营的孩子跟家长们哈，谢谢家长们放心的把孩子交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上，好陪伴他们的这样3天的时间。然后呢，也谢谢这些孩子，然后在营队里面跟我们一起玩，一起笑，一起有时候讲一些对话哈。那我们其实在整个的
营队开始之前，其实我们在筹备的时候有一点担心，我们青少年人数比较少，是不是能够陪伴小学生足够的队服？那感谢教会有一群中保代祷的同工，为我们祷告，为这个夏令营整个的祷告，从开始之前就一直在祷告，所以感谢神就亲自呼召了教会的年轻人出来服侍，而且是越来越多，每一天都增加，都越来越多。然后我们看到这些提摩太的年轻人，他们的这些都是我们几乎都是我们自己主日学长大的孩子，然后那现在他们都变成了夏令营的小队服跟小帮手，来服侍这些弟弟妹妹，真是感谢主。那再来，我们也看到这些年轻人，其实他们很愿意学习，然后对不熟悉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他们的工作的时候，就一再的反复的练习，很愿意亲手做工，而且很有礼貌，而且愿意服侍我们这些比较年长的老师们，真的是很感动，看在我们眼里面就甘心了，那也很感谢这群年轻的提摩太的孩子们的付出。那我们也很感谢有一群长期委身在儿童事工里面的老师们，还有刚刚加入的年轻人，他们把自己埋在这一个。还有一些提摩太的辅导们，然后他们把自己埋在这个看似不紧急，但是很重要的禾场里面，然后谦卑的服侍儿童跟青少年，摆上自己，坚守在这个岗位上面不动摇。那还有几位主动报名的参加夏令营服侍的教会的姐妹弟兄们，他们在微小不起眼的地方不发一语的尽心服侍，谦卑的服侍。那也感谢夏牧师跟谢牧师每天都来关心我们，然后为我们祷告，兼顾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也感谢长老们来为学生们祝福祷告。然后还有，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本来学生其实有一些不同的信仰，本来有他们的坚持，这是我很正常。可是到了那一天，他们都愿意走到前面，请教会的长老跟牧师来祷告，感谢主。然后呢，还有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非常感谢你们，我们也很感谢你们每天为我们准备足够的饮料、冰品、小薯，然后还有或者是自制的杯狗，让我们得到饱足。大家对我们的爱跟扶持，我们都收到了，谢谢。然后那再让我们这一次能够完成了整个的夏令营的营队。那再一次感谢教会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带导，那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神，谢谢，谢谢大家。多谢，谢谢，谢谢龚校长哈。咱今仔日除了小朋友来献诗外，嘛有真侪组一个小朋友的家长，唔知有坐伫遮的，无你徛起来，互阮甲你欢迎一下好不好？小朋友的家长站起来一下，小朋友的家长站起来一下，哎，欢迎你们，哎。好，感谢哈，谢谢，请坐，请坐哈。因为小朋友因有活动，恁会当坐伫遮吼，跟咱富强教会所有兄弟姊妹哈，做来领受主的祝福哦哈。咱即时先来做祈祷。亲爱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互阮伫即个主日，虽然天气炎热，总是阮伫你内面享受到安静甲喜乐。主啊，阮要学习用你的话来三甲勉励，求上帝亲自来固守，因带圣神伫阮中间来感动阮，互阮明白你的话语的奥妙，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真欢喜，今仔日咱的主日了夏令营吼。事实呢，咱若是看遮的学生吼，大部分咯2/3大部分拢是咱社区啦咱兄弟姊妹、亲人的好朋友的囡仔，平常时毋是定定伫教会咧出入的，但是敢若3工若定因就甲所有学的诗歌、背的金句拢安尼表现头是道啦真感谢主，咱3年无举办疫情的情形下面，咱今年办安尼大家充满着活力啦事实咱有52位有报名，计先佫有加减，有佫增加咱嘛有50几位的同工呢等一个顾一个哦咱除了咱的水道的老师以外，就是咱的提摩太，佫咱遮的毕业还是大学伫外面底读册工作的青年拢倒转来，这嘛是一个真水美好的这个温度的操练。咱除了校长来负责筹备以外，就是咱的提摩太的牧区伫咱这个
曾瑞平牧师的领导带领吼，我看到因安尼是对早起7点就来，啊到下暗大家检讨了7点才转去，等于一日有一半时间来教会。啊，连续3天，啊，甲今仔日早起吼来做一个安尼完整的呈现了，啊，再来结业安尼，啊，咱真侪兄弟关心祈祷，为着因祝福。咱两问讲吼，咱毋是看囡仔济少啦，是主要是讲伊遐细囝，即届来因主题叫做情绪管理高手，对只小朋友来讲 emotion 安尼吼，就是咧表示讲囡仔咱细汉成长的过程当中，真重要，伊的品格吼，咱就要。求因的知识以外，伊的智能学习以外，有好的品格，有好的情绪，你当度过真侪迄个成长的迄个危险的期，当成做一个成熟的少年人这是咱即届这课程的目的啦咱请继续为着因来祈祷。咱拄则有讲起着，咱有50几位小朋友，嘛有50位同工啦佮加上遐来去咧帮忙的，佫较济。现在咱要用遐侪即个人力来投入伫遮个夏令营呢？除了对遮个细囝非常的珍惜以外，主要是伫即个营会，伫即个所有一切的即个活动的中间，我有甲遮个兄弟同工，遮个老师勉励讲，事实成长上介大的，领受上大的，祝福上大的，就是遮个侍奉的同工，遮个老师。因为因会当看见讲，免怎甲一阵安尼真活泼的囡仔，个平常时毋是定来做伙，随时要互因熟悉，随时要欢喜听老师的指导，迄都要用足多的功夫毋是只干遐个知识甲能力是真多的吞忍交陪关心安尼，这拢是就是门徒装备的一部分。意思是，你有即款的温数，你有即款的气力，你有即款的能力。你若无用出来好亲像迄个就放者爱生鲜去就对啦。就是你用出来，发觉讲，即个佫无够熟，迄个无啥够，你就会伫迄个所在继续装备。就亲像一个在做技术工作的人，你若无定定咧操练，你临时一个工作要互你做哇，做了哩哩啦啦无好势。咱即礼拜发现一件咱较艰苦心的事啦，伫北部一个在装冷气的师傅，讲掠做装好怎甲放手去，怎一个冷气的外面迄个装备，摔落来，甲一个大学生，甲弄死去。咱会感觉讲足侪奇怪的代志会发生啦总是咱会咧想着讲，一个师傅连这都毋捌，咱普通人嘛知影伊表示讲，伊平常时可能无咧注意，无咧注意，无咧知影遮个工作遐个设话机的即个 SOP 啦。你是袂咱毋是干那讲检讨尔，为着这大学生毋敢拿定。事实咱嘛是看到这样代志咧检讨咱家己。我是毋是伫我家己的工作、我的专业，也是我负责的范围，我有尽到迄个本分，有尽到我家己安尼应该做，会显露出我的能力安尼。所以咱这老师也好，咱这提摩太的青年也好，因就是伫即个营会中间咧操练因传福音的能力。所以牧师今日要线接用宣教做议题，福音勇士门徒装备。咱有读的2段经文拢有印象真深。传道书这段经文有真趣味的描述，伫咱生活上咱拄会到的。伊讲2个人比1个较好，2个人合作较好。你表示讲迄个团队，迄个谈判三甲合作的迄个重要甲气力伊佫讲着讲2个人做伙困较少啦咱就知影讲，热天时是较无感觉啦，冬天的时真正2个困窝做伙迄个咱身躯的烧气会互相会烧热呢真侪动物伫外面在生活当因拄着足寒的天气的时阵，因会晓揽做伙互相取暖就对啦。伊咧甲咱讲即个自然的现象，咧表示讲，伊讲受攻击的人即个的时阵，干那一个人拍袂赢，2个人就会抵抗，而且讲3个的事无遐尔好带长，这是咧表示
无论做什么代志，哈，你伫你的职场的顶面，哈，你伫你的家庭、兄弟姊妹，咱伫教会，特别是传福音，咱讲都爱两个有伴，啊，一个团队侍奉吼。第二段嘛，共款讲到两个哦，是哩耶稣讲，伊召集12个使徒，找因两个出去。啊，你感觉讲，犹太人因的传统甲观念是安两个足重要安尼吼。啊，这为的传统伫咧，为的根基伫咧吼。啊，今仔日咱时间较无遐尼啊量详吼，咱要分几个重点做伙来学习啦吼。第一，到底什么人是福音的勇士啦？今仔日咱遮的主要老师，咱遮的侍奉的遮的提摩太同工，因就是第一线，将因所平常时领受到的，看到这阵可爱的小朋友，安尼50几位，啊，伫这3天的中间，啊，因要传福音给因，啊，所以到底是这阵人才是有资格传福音呢，啊，是坐伫咱在座兄弟姊妹，啊，咱无代志，啊，甲咱无关系的。圣经的定义毋是安尼，福音的勇士的定义是啥物呢？福音的勇士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拢是福音的勇士，基督徒就是福音的勇士，因为基督徒就是军队耶稣基督的人。军队耶稣基督就亲像拄则我讲，你既然真做一个基督徒，你一定领受到这个传福音的任务啊！啊，这个比如讲，毋是卖甲毋是讲本来就爱。啊，到底咱做到偌济，迄个另外一个勘站啦吼。耶稣伊呼召彼得，伊甲伊讲：你来对我，吼啊！即句对我，啊，对是要对耶稣去啊，四过佚佗郊游是毋是？毋是啦。伊讲：我要互你得到人，亲像什物？亲像鱼共款。耶稣招伊的学生，直接讲出伊的目标：你来对我。啊，毋是讲话，我这个老师外口讲道理，我这个老师会行神迹，做真侪安尼互人惊奇的事啦。是你爱对我，而且爱互人得人亲像得到鱼共款。啊，所以若是照今仔日遮普遍所有50几位的同工，伫这3天中间，用因全部的心力来培伴遮个囡仔大汉，啊，陪咱囡仔来成长。所以咱知影讲传福音的训练呢。毋是即个针对一群人啦吼，安尼起来做安尼特种兵的训练，当然这有诶我场合需要，但是伊主要目的是，毋是干那要真做福音的特工队那听，是所有的人拢爱接受福音的装备甲训练。有时我爱看讲即个野生动物迄款的影片吼，啊，即卖的即个摄影师吼，即款野外的摄影的人有够厉害的，对，伊通用着隐藏的摄影机啦吼，啊，有通近啊，即个动物伊拢毋知影有人咧甲翕，啊，迄种自然的表达非常的，互人看到足惊奇啦吼。有时看到讲，无论是北极的动物，还是伫非洲的动物，好像因一个生落来就是为着生存咧拍拼，拢袂使失觉察咯。在困的时嘛要注意讲有啥物。其他的动物要来甲侵害，啊！伊巴肚枵到已经无力啦，伊就是爱去捉到迄个猎物，啊，甲掠起来，吼啊！若讲强的去捉的，啊，捉的就有迄个办法通闪安尼吼。我咧想讲，因若无去拼命去学习迄个技术，意思讲，亲像迄动物的老母啊，带伊的囝吼，啊，伫遐开始咧学习，伫迄野外要安怎生存。要安怎会拍到猎物，啊，通好来补伊的腹肚，啊，无就消失去啊，就失去生命。所以，伊逐项的技术拢是一练再练啦。有时伊要，比如讲即个拔，也是狮，也是虎，要夹遐个羊啊，也是羚羊吼，迄可能10摆吼，有8、9摆拢输去啊，拢掠袂着啦。啊，所以伊的腹肚爱比人偌厉害，有时啊，几啊礼拜无食，伊都会堪要忍耐哦。啊，到最后掠到的是，食啊腹肚砰安尼，啊会当冻咧几啊礼拜。啊，迄变做伫野外，慢慢啊，迄个演化吼，适应迄款食足多，啊袂去张着，啊枵啊拢无人食嘛，袂要紧安尼。啊，我讲用即个人类嘛是安尼，人类遇到要照顾一个家庭，要生存，
啊，你都用尽各种的办法，啊，互你家己的生活机能啊，拢会当发挥出来。啊，伫台湾这个社会已经是分工的社会，你要安怎？你的职业会当适应这个社会，啊，我会当赚到钱，会当供给我家庭的需要，这拢是一个努力。迄无人讲啊，这坐伫遐啊，凊彩就会当过日个啦。除非讲迄好野人囝呢。啊，基督徒是领受这个基督徒的身份，伊就是要做宣教的路用。就是我讲，你若无去操练这个，你做基督徒的迄个形象就袂当凸显出来。啊，所以咱知影讲，耶稣伊呼召这些百姓讲，所以恁着去招万民来做门徒，恁着去招，而且是招万民。万民表示什么？万国万民拢是有分啦，无分大小，无分彼此，无分种族。啊，所以兄弟姊妹，咱这所有福音教会兄弟姊妹，咱爱共同领受一个呼召，就是讲，我无论是能力悬啊低，毋是我家己认定的，是上帝咧认定。软弱的人，伊有法度通传福音，比勇壮的人佫较熬。因为传福音的开力，毋是在伫外表人所看会到迄款的能力。咱遮有一个已经过身足久的一个圣灵子有无？伊规个拢赞章，就是无法度通做啥物工课，但是伊敢若伊写的册，伊写的文章，带足侪人信主啊！伊后来为着用伊的名所设的这个伊甸基金会啊，即阵全台湾逐个所在，甚至国外，也还搁伫照顾真侪弱势者。啊，所以兄弟姊妹，福音勇士爱有装备，有三个真重要的共识。第一，咱就是爱讲我爱传福音，这是知，但是爱讲接受共同体的意向甲策略啦。咱福音教会有甚物款的方向甲策略？啊，你毋是干那家己一个，因为圣经明明甲咱讲，你爱两个嘛，你都爱团队的服侍啦。啊，所以接受共同体的意向甲策略是咱做一个福音人，也是讲做一个基督徒一个上基本的态度。当然，个别的传福音迄真好，但是当咱要有效果，就是变做有一个团队。耶稣伫这个圣经内面马可福音第7章讲，就召集12个使徒，找因两个出去，找因两个出去，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因招这学生来，但是无甲伊一个看出，是两个。啊，这个哪识的是这个台语的圣经讲，召集12使徒来，找因两个出去。出安怎呢？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共同的意向，毋是个别家己欢喜做啥，是遵守着耶稣基督的呼召，而且是一个团队的概念。启示录这个21章内底有一段话真有意思，伊讲天国是起伫这12根基的顶面啦，代表12个使徒伊毋是一队安尼随便召集的人，因为因是耶稣所呼召迄个教会共同体的一个基础，所以耶稣调集12个人，毋是凊彩乌合之众，是后来有一个属灵的呼召，互因来建立教会。所以12使徒伫启示录内底也佫印证着讲12个根基啦。耶稣通过这个共同体招门徒，两个找起因出去。所以耶稣呢，伊烧一个门徒，但是要爱互因成做共同体。有一个非常有凝聚力的一个组织。所以这12个使徒是了教会的共同体的母体好咱拢知影，传福音有时会感觉真困难、真野线，甚至会讲煞去卖但是两个人在做伙做时，彼此关心、互补啦。有的人较会讲话，有的人较会关心，有的人较冷静，有的人较袂晓计划，所以两个互相。当然，毋是讲两个，意思讲至少两个，两三个人，这是真好的一个团队，互相协助对方，所以人需要这个共同体就对了。现在会有两个伫犹太人的传统真重要两个伫圣经代表什么？伫法律上证据生出效果的数字啦。意思是这两个毋是一个简单的
算术的问题，伫犹太人的传统、因的历史、因的律法内底有甲伊定义哦。伫《申命记》19章15节咧讲到两个有甚物款的意义，啊，搁《传道书》4章9到12节，两个人就是共同体上少的单位就对啦。咱看见《申命记》19章15节讲，若有人做甚物毋对，犯甚物罪，毋通简单听一人的证词啦，哦，一人讲无算哦，就有两个还是三个证人才通甲伊定罪。这是犹太人原起初的法律的一个非常重要。你讲啊，这个咧告某物人安尼无算，你都要有证人吼。咱现代社会这个法律搁较完备嘛吼，证人嘛是爱有即款的条件就对啦吼。啊，若无你来其他的旁证，啊，袂使讲一个人讲啊就算安尼吼。啊，拄则有讲到传道书，咱拄啊读的经节，伊讲两个人比一个人较好，因为两个合作，效果会搁较好安尼吼。啊，咱后壁有看见讲12节，受攻击的是简单一个人袂拍袂赢，两三个人就会跌断。啊，这拢是真重要的一个犹太人因的传统。后来呢，咱有看见圣经除了耶稣讲叫因两个去传福音去做工以外，吼，咱嘛听去主甲咱讲一个足重要的一个信息。伊讲，恁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组织，我就安那，我就要伫恁中间。啊，这个听起来都是真平素嘛吼，啊，无啥物奇怪的所在。事实耶稣当时咧讲两三个人吼，伊嘛是有即个背景的哦。因为当时即个罗马是咧统治迄个地中海所有遮个看会到的地界。啊，因即个军队呢，吼，就是用迄个两三个人做一个小单位，是一个上基本的单位。原来是奉即个罗马皇帝的名组织的，但是当耶稣讲，恁两三人的组织，恁无搁再是做罗马皇帝奉伊的名来做代志，恁是有圣神同在，意思讲，甲迄个军事单位看作是属灵军队的单位。啊，所以咱定定咧讲起讲，恁若有两三个人组织，就是啊，奉我的名组织，恁我就要伫你中间，这是变做一个天国的车赛单位。啊，这诚做耶稣差遣两个出去传福音。咱基督徒，咱有这个这个小组的祈祷，吼 ，RPG 的祈祷。啊，咱伫小组内底，咱除了比方10几个、20个做一个小组，但是咱嘛有一个小家，啊有一个导长，啊，这拢是对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个规矩内面所领受的传统。啊，所以咱唔通想讲，咱数字上吼，足单纯啊。迄有真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啊，当兄弟姊妹，找因两个出去，是耶稣为着互门徒人格成熟的一个策略。啊，咱看见讲圣经耶稣的学生吼，就是彼得甲安德烈这对兄弟吼，因两个兄弟，啊，因成长的过程中间，伫咧服侍主的过程中间，有培养出真好的默契就对啦。啊，他是安那讲要两个，咱教会传福音的这个概念已经非常的清楚。真侪兄弟，定来咧招人来参加聚会哦，吼！啊，小组嘛招朋友来，啊，基督会嘛招足侪人来，然后呢，开始咧学习这款的，因为你爱团队服侍。比如我带一个人来，你若无甲其他的兄弟做伙有分吼，来一个互相合作吼，有时这个新的朋友真困难留伫遮呢。啊，因为有一群人做伙学习，啊，所以咱现在人甲人中间吼。若毋是有啥物利害关系，比如讲你是伫公司大家的同事，吼，啊是我伫家庭内底是亲人的观念，咱大家一定爱做伙嘛。啊，咱兄弟姊妹大家做伙伫附近教会，除了讲你住伫附近，啊你是基督徒，啊可能咱拢无亲情关系，但是你要哪大家三个同心合作，迄就是门徒训练第一个功课就对啦。要咱同心一意，做伙学乐敬拜。咱要咱训练敬拜团，咱要咱做中级团队，咱要咱有侍奉团队，咱要有小组的团队，啊，拢是第一个重要的是学习甲人相处，大家互相安怎做伙吼。啊，所以人际关系是咱要服侍主三个合一上重要的。啊，所以咱基督徒大生都要学习甲人相处。有时吼，
大家巴黎足好的吼，安尼死党哦，迄无啥困难啦。迄就是讲有诶甲你袂合的人，啊，这是上帝互你的功课哦。啊，这是温度训练的第一课呢，就是讲为着甲你合袂来的人祈祷，要学习饶舌。啊，我的个性较急，啊，伊个性较慢，啊，你要咱互相调和，袂使讲一定要叫你来对我，因为对袂来嘛。啊，我要忍耐甲你做伙配合，我就要安怎来压制我家己迄种冲动。啊，这就是上帝共同体一个生命成熟的战略。所以兄弟姊妹，真重要。咱毋是学习心理啊，训练这个服侍技巧，人甲人中间的相处，伫小组内底，伫团契内底，伫咱的服侍团队内底，咱伫教会内底，拄着你个性上无介意的人，可能这人足好，但是都甲我袂合，啊，当要安怎？这个时都要学习接纳甲饶舌，啊，互教会将做一个互相饶舌甲相听的共同体，这是拄则咱责任新的界面。迄第一义就对了。耶稣讲：恁都要安尼，恁都要听上帝，啊，搁来听人。啊，这个吼，毋是讲你本身天生就会爱人啦，你是要靠耶稣基督迄个保护开力，互你会晓去甲你本来无欣赏的人，你看做安尼足无啥爱斗阵的人，你会当甲伊做伙。所以兄弟姊妹，你知影，一个教会上重要爱排除的是啥物？就是妨害基督徒生活的主因，就是个人主义啦。因为安尼人会失去共同的意识。人安怎改变世界呢？经历上帝恩典的人，作为组织是行做一个共同体，伊的开力就大。上帝赐予因教会伫教会中间一个大使命安尼。所以耶稣要上天之前对11个门徒讲：你来去招万百姓做我的学生，来改变这个世界。这就是耶稣基督一个共同体。迄共同体的开力，伫合一的开力，两个的意思就是安尼。兄弟姊妹，咱还有一项。啥啦？咱要招恁做伙来伫遮同心做礼拜。除了讲看到遮侪人啊，遮闹热啊，唱歌足有力以外，其实耶稣基督爱咱三组织的目的是，咱组织聚会，你爱毋是干那吟诗祈祷，是你爱兄弟姊妹中间互相组织。所以毋是做礼拜啊，煞就走啊。啊是讲啊，我奉献都有奉献着啊，牧师讲着我听了，安尼我先走啊。甲人兄弟拢无啥物往来。这毋是耶稣基督调集咱来这个圣会敬拜的目的。耶稣讲：恁都爱互相相听，恁都爱关心遐个弱势。啊，所以咱若是安尼散赢无这个凝聚，啊，咱这个教会就袂当伫遐来改变世界。所以耶稣所期待教会是啥物？彼此分享人生喜怒哀乐，做伙度过人生的逆境，啊，安慰这失败的伤痕，互相安慰，做伙鼓励。来起来，啊，所以一间教会人济少，迄是看外表。是迄教会有迄个动力无？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无？互因迄个形成即款的灵格甲开力。啊，所以咱有时会省察讲教会生活呢，有的会友足到了，啊，就消失去啊，真困难甲咱做伙吼。啊，你嘛是真客气啊吼，啊，你嘛是互人感觉互人真欢迎，但是你无愿意甲兄弟姊妹做伙融合。迄就真可惜，因为这个观念充斥伫这个教会内底，特别吼有个知识分子啦，伊会感觉讲啊，可能甲人交陪吼，啊，可能无啥物趣味，无啥物议题，但是吼，足侪人拢袂记得耶稣的交代，讲你啊屈给家己啦。我是一个啊，伫社会，还是讲我是政治界是一个安尼人安尼尊敬啊、请的人，但是我伫教会爱甲这个身份去掉。诚做一个安尼真温和、真好斗阵的基督徒。啊，软弱软正的人嘛无感觉看家己看做无，因为伫主的内面，伊无感觉是安尼。上帝无看人是安尼。所以，有一项是讲，有人入来教会啊，无会籍也无伫遮，改成讲我做人客，这嘛无合耶稣基督原来的意思啦吼。因为这无法度互上帝来使用。伫人际关系内底，咱因为有融入伫这个团体内底，啊，咱才会当经历医治、彼此安慰甲饶舌，生命才会成熟。意思是有的人永远交做人客，吼啊，好亲像讲我毋知什么时阵我就要去离开啊，啊，甲这个教会无关系。好，我就加留挂，啊，无好我就随走。看起来好像你安尼无事一身轻啦，吼，
看起来是讲你不沾染一点尘埃，但事实灵命绝对袂成熟。啊，这是咱所要提醒。因为时间的关系，啊，牧师有人要做升级起来吼，就是讲，这个第二部分，咱看这经节互咱的学习，拄则咱信靠上帝能力，有看见到耶稣对学生的交代。讲这段话，咱感觉有点仔奇怪呢。那袂应该是爱各种装备齐全呐，逐项拢爱穿好脚啊。耶稣甲因讲，恁出门的时阵吼，乖啊以外唔通带什么物件，唔通带食米，唔通带旅行地，啊腰带内面吼嘛唔通囥钱，只有穿凉鞋，嘛唔通穿两领衫。啊，你规则圣经才讲起来，讲干那搭啥货呢？就讲那炸乖啊，啊搁炸，搁穿凉鞋。我是讲，咱要去战争，啊都爱规个装备拢好，盔甲吼，爱防弹的拢爱炸，啊啥耶稣要叫咱去做。耶稣要互咱的，要互门徒学习的真重要。第一，乖啊甲鞋。耶稣讲的讲，即炸乖啊甲鞋，是因为伫当时迄个耶路撒冷的迄个地理上的需要。因为耶路撒冷起伫一个山峦仔顶，好，咱讲锡安山嘛，差不多海拔750公尺哦吼。啊，伊搁行迄个山坡，伊落行落南吼，行到迄个死海吼。是比地平面搁较低398公尺。吼，若捌去遐旅游会知影讲，伊恁对耶路撒冷坐车伫伊愈啊到即个死海吼，搁比咱地平线搁较低就对啦。但是世界啊，真有出名的地形就对。啊，所以耶稣讲吼，恁伫即款环境、即款地理的生活，敢若最需要是乖啊甲鞋。啊，这是耶稣要操练遮个学生讲吼，你毋通想讲我逐项装备拢伫咧吼。啊！你上需要的、上欠的是啥物？就是靠信心啦。若无耶稣基督互你信心，你逐项装备拢伫咧嘛，做袂到就对啦。吼！啊，所以耶稣要求因讲，毋免为着其他的来担心，爱相信上帝，我靠上帝。所以福音勇士伫耶稣基督的观念内底，是咧操练迄个信心，无需要真侪物资。因为颠倒造成不便，所需要就是单纯的生活，我靠上帝。所以传福音的时阵，有时会发生真侪无法度能有调的代志，但是毋免担心，在我靠主。时间的关系，牧师要用一个故事来做结束啊。其他的咱可能有机会再过来分享吼。这个故事是安怎呢？就是咧回应到拄则耶稣讲，恁逐项拢免责，单单信心吼。有一篇这个故事，毋知。咱大家捌听过无吼？这第一捌讲，我无做啥物，只有祈祷尔。我无做事，只有祈祷尔。伊故事咧讲，有两位吼，中国的姊妹啦吼，应该是差不多20-30年前的代志。啊，这两个少年的中国的姊妹吼，因信耶稣的故事，啊，互人感觉真感动。因为这两位姊妹呢，因信主了，因感受到上帝的呼召，因就讲：我要来宣告，因为圣经叫我来宣告。啊，所以伊就甲因的牧师讲：牧师啊，你敢会当甲阮安尼操练一下？我们准备要来传福音啊呢。啊，这个牧师想讲：啊，你都信主无几个月吼？哎呀，恁都伫恁的周围附近传福音就好啊啦。会当操练看嘛呢？伊讲无呢，但是我领受阮祈祷，讲耶稣叫阮都去普地的传福音啦，叫阮都去普地的传福音。啊，这个牧师是讲吼，啊，这两个查某囡仔哪会样心遐大呢吼？啊，当袂赴因迄款的要求就对啦。好，啊，恁甲细咧5、6个月尔，啊，佫足少年的呢。好，啊，牧师因就因牧师讲，牧师啊，耶稣的假使阮有听到呢，伊嘛无问讲吼，恁信主偌久？吼，啊，少年就袂使传福音嘛，伊也无讲啊。吼，啊，这牧师袂堪的议论就对了。伊讲啊，好啦好来，我有听见吼，有一个所在恁若去吼，安尼会当去传福音。伊本来想讲吼，讲一个互因惊着，就毋敢去啦。伊讲吼，中国有一个岛叫做海南岛，讲啊，你海南岛遐吼，足侪人无信主的，恁要去无安尼？无拍算吼，因两个姊妹啊，看讲，吼安尼哦，好，
安尼这真正是上帝要阮去的所在，海南岛安尼。啊，就像安尼车票出去啊，啊，就无啥联络就对啦吼。啊，经过2冬，经过2冬，啊，这2位少年查某囡仔，因就去到香港，要创啥呢？因为当时吼中国遐袂使印圣经啦，啊，所以就到香港迄个所在，想要摕较侪圣经，啊，佮足侪福音的传单甲册安尼。拄啊好时啊，伊会来香港，因为伊联络着因的教会牧师，伊讲我嘛要来香港开会啦，因为欧洲吼有遐个遮个教会的高层，应该是像车会遐个高层啊，要来伫香港开会，啊，你若要来吼。来摕遮个物资，啊嘛顺便咱见面讲话就对安尼。啊，这故事呢，讲到遮吼，讲到遮，就是因来到一间足高级的饭店，吼，足高级的饭店，啊，就想讲要入去，甲迄个牧师见面安尼。但是因2个到的时阵吼，迄个饭店迄门警卫讲，啊，恁2个是要来创啥？恁是要来？你这穿插穿啊，安尼离了啊，戴迄种大顶帽啊，吼，咧热日的吼，啊，都无像迄个观光客啊，袂使入来，袂使入来。啊，好佳哉吼，迄个牧师伊知影讲因这2个姊妹要来，啊，所以坐伫迄个大厅咧听候因安尼啦。啊，看到遮个酒店遐服务生吼，穿啊足笔杂安尼，啊，遮个人逐个拢穿名牌服饰啊，啊，看到这2个姊妹啊入来吼，看唔上目就对啦。因为咱只有讲穿是属乌乌啦，啊穿婚纱共款啦吼，啊佮戴迄种大顶帽啊安尼啦，啊好佳哉，即个牧师来甲因指接，则解围就对啦，啊就甲因带去即个欧洲来2个安尼教会高层的领袖啊，伫遐要见面，啊要甲伊讲话，因为伊是欧洲人，讲外国话啊，啊所以就开始有人甲伊翻译安尼。哇，看到即2个少年查某囡仔来啊，真好奇啊吼，请问啊。因伫海南岛吼，有起几间教会啦安尼，吼迄外国人客嘛足好奇就对啦。啊，2个姊妹吼，安尼歹势啊，头壳安尼吼，啊真歹势讲牧师啊，足歹势呢，阮2年的时间吼，毋是介多啦吼，无建立偌济教会安尼啦，吼有点仔咧歹势讲安尼，可能做无够的感觉安尼。啊是几间啊？啊，并无偌济啦，因为迄个海南岛的人吼，逐个人安尼，有哪对阮无讲介欢迎呢？啊，就是讲话足歹，啊，要甲阮吓，佫有迄查甫人吼，要甲阮等下海呢。啊，迄个遐的在地附近人嘛，无啥介意阮安尼吼。啊，所以阮无建立介侪教会啦。哇，迄个牧师听了讲，足不耐烦，讲恁是咧讲这是咧讲啥呢？拢毋应我，到底是偌济啦？是偌济间啦？经过一段时间，点啊，其中的即个姊妹才举头起来，啊有点仔尴尬吼。我想讲做了足无好的意思，讲无啦，啊就只有建立13间啦，安尼。啊，即个牧师吼，啊感觉惊一条吼，啊赶紧甲翻译吼。啊讲，13间哦，哇！我一生嘛捌看到讲去遐侪间教会。毋过迄阵牧师的一个助手讲，确实翻译毋对哦。牧师伊毋是讲13啦，是讲30啦，安尼啊。哇！啊，即2个姊妹佫一直足歹势，啊，感觉讲做无好安尼。哇！迄2个欧洲会来的教会领袖讲，哇，2年内底去30间教会，迄了不起啊！啊无吼，啊。教会是偌济会友啦，安尼就讲一间是毋是5、6个、10个安尼啦吼。啊，伊即个2个姊妹就伊讲嘛无介济啦，无介济啊，只有220个啦，安尼。我讲哈，30间拢总220个哦，安尼啊，啊一间毋多，安尼差不多120个安尼就对。啊，迄个查某囡仔慢慢啊稳定来甲伊应讲吼，毋是啦。220个是这30间教会中间吼，上少的迄间啦，上少的迄间230个安尼吼。哇，迄个访客惊一条讲230个吼，那对我来看就是已经足大间的教会啊呢。
伊就个好奇啊，即个人客好奇，佮问讲，啊无吼，其中上大的一间，你甲我讲，到底是偌济人啊？伊嘛佮因讲，啊无偌济啦，无偌济啦。啊，我毋知影偌济，请甲阮讲好无啦？安尼，伊讲吼，啊无到5000啦，也无到5000，讲只有4900啦，定4900。啊，阮吼搭当开始啦，定啊足歹势安尼。啊，然后徛伫迄个边的牧师后壁，迄个人客开始流目屎，讲啊主啊，请你赦免阮。讲因到底做啥物代志啦？哪会遐厉害？啊，两个人也无其他资源，啊，是安怎会当起30间教会上大间要到5000人是安怎？啊，因伫因讲无啦，阮无做啥，阮实在是无做啥。啊，实在是这个人客就甲问讲。恁无做啥物？恁有30间教会，上少的220几个，上大的也无到5000个，啊，拢是初信的基督徒。恁讲竟然恁无做啥货？啊，然后这两个姊妹才真谦卑甲因讲，真正阮无做啥物，阮无做啥物，阮单单祈祷那定，阮单单祈祷那定。阮祈祷了后，圣神就启示阮安怎做，教阮安怎做，阮就继续祈祷，圣神就继续指示阮，阮就照安尼去做安尼。哇！迄牧师换手伫即两位姊妹的肩胛头讲：我的上帝啊，因只有祈祷，圣神就指示因应该做，因就照安尼去做。啊，迄两个教会高层领袖跪伫遐流目屎，求主赦免。安尼姊妹，这是。我伫2000年一本宣教的杂志所看的一篇文章，我到即日还一直记牢牢。我讲，这是虚构的嘛，无人会虚构即个物件。这是咧纪念一对姊妹啊，因安尼单纯倚靠圣神，去到海南岛即款所在传福音的故事。所以咱知影中国是安那有几亿人信主，是迄个官方的数字看袂到的。时间的关系，用这个故事甲咱三个勉励，讲当咱全然接受主的呼召，主就要操练咱。福音的勇士就是温度装备的一部分。愿主将这款的疼赏赐伫咱的中间。下日姊妹，咱准备下半年要推动幸福小组，也是咱要推动这个福音大会，有真多活动会当互你传福音。咱学习这对姊妹啊，因单纯的信心，讲我就是祈祷，圣神就要兴起做工。咱要来吟圣诗，吟4条诗歌，准备要来做异地的这个服侍。咱请同工备万心来到头前。咱特别是咱的敬拜团来拿麦克风，招咱做伙来唱。咱请准备兄弟姊妹，咱亲像这对姊妹啊讲，我单单祈祷那定。2-3个人奉主的名组织，圣神就要伫咱中间，毋是12人的能力。你祈祷书偌水，单单迄个倚靠甲信心。咱来唱这首《赐我自由》，吟诗的中间，咱请需要代祷，拄则咱用这诗咧讲起，有人有肉体病痛，有心灵哀伤，有软弱，有困难的，拢会使到主的面前，单单你的心底对主讲：主啊，我需要这款的帮助。咱同工要为你换手做祈祷，咱三个来吟首诗歌，吟的顺，咱就来头前吼。赐我自由，开始吟，咱就来吼，时间的关系。赐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来面，来到我的生命，活出我生活中的勇气，活出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你的到位就自由，世间事物落可当当，主的心的好我自由。大家在座位请我来。
主我自由的心啊，需要啊，换手祈祷的，我免客气，到主的面前，这边啊，过当听，来到我的来临，来到我的心命，我主我生活中的忧愁，我主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就自由，世间虽有路苦重重，主的心话，予我自由。咱音乐继续，兄弟姊妹，这是一个动心的时刻。啊，咱有的坐伫座位，咱嘛是动心，奉主的名来祝福兄弟头前这的兄弟吼。啊，咱做伙徛起来好无？徛起来好无？咱大家欢手伫你的这个心，咱即时请头前的服侍同工，为着头前的这受服侍祈祷的人来祝福祈祷。啊，咱大家做伙同心，为着你所关心的人祈祷。你若无受服侍，你会为着你的亲人来祈祷，为着周末内面咱所关心这肉体病痛的兄弟来祈祷。愿主医治头棒伫咱的中间，伫线顶兄弟也共款欢手伫咱的心中，咱要倚靠主的圣神，施乐医治甲头棒。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圣神做工，圣神做工，阿里的感谢主，阿里看看。咱敬拜团搁开始来唱一遍，吼，细声唱。感谢主，感谢主，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来临，来到我的生命，我主我生活中的忧愁，我主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就自由，世间虽有路苦重重，主的心话，予我自由。音乐继续，无输这阵要奉主的名来做宣告甲祝福的祈祷。啊，咱还未完成的，咱继续。是为主，我的上帝，主你有应允，两三个人奉你的名组织，你就要伫阮的中间。这时徛伫头前，这兄弟因勇敢行到头前，将因家己心内的需要，无论肉体的病痛，也是心中的看虑甲不安，交托伫主。阮在座兄弟姊妹拢起立，做伙奉主的名来祝福。圣神你有应允阮单单祈祷，主你的应允就要临到阮。所以主你要赏赐，应现伫所有靠信心祈祷的兄弟姊妹中间。主啊，肉体有病痛的，求你施乐医治，互因无论找到什款的医生所施的医药甲治疗有效果伫因的身上。特别阮为着阮教会中有拄着癌症细胞在搅扰的这兄弟祈祷。因为这款的病症需要真细致来治疗，需要好的医生来看顾。主啊，你是大权的医生，求上帝你降临在因的身上，圣神的大开力，使到你的医治，互因得到完全的治疗。阮心中有软弱，有忧愁，有看虑，无论是家庭，无论是经济，无论是婚姻，遇到艰难的，上帝啊，求你透放，求你扶持甲怜悯。
阮兄弟姊妹，大家人欢手伫阮的身上，阮肉体有甚物款肉体的病痛、慢性的病痛，求上帝也降落你的医治临到伫阮的身上。伫线顶，伫阮所关心无伫阮中间的兄弟，也求你应允喜乐恩典伫你身上，互因看见上帝你的荣耀是无受时空的限制。当阮信心到的时阵，上帝你医治就要临到伫阮。互你名祝福伫头前的兄弟以及所有兄弟姊妹，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用拍拍感谢主，大家请坐，咱请回座哈，请回座。愿上帝医治甲透棒临到伫咱中间，多谢。咱煞接来做奉献啊，甲报告。请咱三个来奉献。请咱起立用奉献的诗歌。请坐，一周一金句。请咱来看咱周报的最后一页，那咱做伙来念：恁着专心倚靠耶和华，毋通倚靠家己的牛。伫你一切所行的事，拢着明白伊。伊要指点你的路。箴言3章5到6节，咱搁念一解。恁着专心倚靠耶和华，毋通倚靠家己的牛。伫你一切所行的事，拢着捌伊。伊要指点你的路。箴言3章5到6节。咱先去周报的第2页。下周是青少年时间的纪念主日，由詹姆斯正道，甲咱是由提摩太牧区青少年来主领。咱先去周报第4页，咱来看第4点。本月定于8月6号会举行父亲节感恩礼拜，请咱的会友邀请咱的父亲也是阿公来参加来聚会，来下主教的小朋友来献礼甲祝福。咱来看第8点，丧礼消息。本会咱的庭真长老，因为主神长老当过往想会到伊的爸爸，陈老先生伫7月16号过来过身，
佮今仔伫因的故居美容来举行告别礼拜，佮请咱的会友若和咱的长老娘有熟悉，咱来好好安慰那人生拄的即个代志好，咱请牧师补充报告。好咱今仔日主持了夏令营来献诗，也有足侪咱的家长来中间，毋过有诶爱倒落去陪小朋友。我念一个，若有来伫遮的咱另外徛起来，阮熟悉一下好无？咱有一个陈美秀姊妹，陈美秀姊妹有伫遮无？甲阿公陈三吉来欢迎恁恁留伫遮做伙礼拜，欢迎恁哦，送一个小礼物互恁。搁来，因为是夏令营的家长李佳莹姐妹有伫遮无？佳莹姐妹，伫遐，欢迎搁来是王敏静夫妇伫遮无？敏静夫妇伫遮无？先落去搁来是许芳平姐妹，芳平姐妹留伫遮，欢迎你住伫永康，欢迎你哦搁有一位是苏和怡莹，我家长有伫遮哇，拢留伫遮的哇，就欢迎恁来参加参加我们这个夏令营的活动多谢恁留伫遮，甲阮做伙敬拜上帝祝福你们哦上帝恩典跟你们同在好我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报告，安尼就要结束，因为时间超较无够就是讲咱这礼拜的公布有一篇规大篇的广告，内面有39个名，拢是咱富强教会的名，是安怎呢？咱有鼓吹咱兄弟抄迄个箴言啦一个抄送去，讲名单拢出来，拢咱的会友安尼，咱家己鼓励拍无一个这是咱公报社办的活动咱有完成，伊就甲你名单牵落，搁有5、6位咱的抄写的人搁有抽奖，搁有送礼物呢到时伊会寄来互咱安尼。毋过咱其他写较慢的人，也会当继续，咱9月底以前，这本箴言写好，就让咱起来。咱到9月以后，咱小会准备小礼物，要来送互咱大家，大家拢有奖就对啦这点真感谢主咱真好的见证搁来是咱搁一边提醒小组长甲中级的密集学程，8月初5、初6甲8月13两个礼拜下晡就要举办，咱请这领袖、这中级搁这小组长这事奉团队的同工报名来参加2礼拜的下晡若定咱甲完成咱8月13迄天要请刘进店牧师来甲咱做勉励甲分享搁来是咱搁另外一个伫咱本会举行的8月初5拜6早起9点，要有一个叫做这个事奉者的心灵保养的讲座，要伫咱遮举办，咱家己兄弟来咱参加，特别是你事奉者，拢会当操练互你感觉服侍心情愈喜乐安尼搁有咱继续提醒心灵传教拜6拢有咧经营咱欢迎招较侪人来参加啦好咱拄则有报告就讲庭真长老娘伊的爸爸陈老先生过身咱心内真毋甘因为主席长老几礼拜前才过往啦定所以咱为着这个家庭祈祷，求愿上帝施恩保守祝福因安慰因开力甲因同在安尼用安尼甲咱做报，其他呢，咱因时间的关系，咱就好好来看啦若有人订到中兴教会迄个男士迄个批带咱赶紧去领咱若佫有补订的，咱后礼拜截止咱就要送回来就结束这个父亲节义卖咱请大家继续为着主日同小朋友带祷咱就欢迎这个家长继续来参加咱因第2场要佫献诗咱来做结束。上音，请咱来吟上音诗歌，俄勒天平万福本愿，吟诗煞，请夏牧师祝祷。应更归向北上帝，应更相敬，相信三位一体。在地的现在地的，将来也永远地的，目标。
家来领受上帝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带，甲所有兄弟姊妹三个同在，特别甲即摆参加所有即个夏令营的小朋友、老师三个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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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咱大家请坐，默祷来闭会。